牙齒劈裂留唔住，牙套冇用只能磨。蕭先生空牙1年，足之嚟重啟第3副牙齒。10幾歲就喺國外種過牙，懂行嘅都揀靠譜種植。我係香港嚟嘅，我姓蕭，我叫蕭志華。冇乜特別，冇咩都係啊，因為我之前都種過牙，做過種牙，不過我就唔係喺呢度做。係啦。邊啊？香港？喺外國。喺外國種過牙。係啦，做過種牙，所以我都冇乜特別緊張。幾時？細個咯，十幾歲。係。好啊。咁你之前個牙點解會剝到嘅？之前係咬啲硬嘢咧裂咗，咁啊跟住用牙套唔得，咁咪變咗要剝咗咯。就係我剝咗之後，跟住一路都冇理佢，而家想種翻個牙。咁我見到你有個優惠咁啊過嚟試下咯。咁你喺邊度？點解嗰度？Facebook 睇到朋友俾我哋，係朋友俾我，佢見到我有需要，咁咪 send 俾我睇。就係想試下咁啊，反正。而家又唔係咁忙，唔係咁多嘢做嘛，可以有啲時間休息，亦都可以有時間做個種牙。那你覺得這整個手術感覺怎麼樣？好快，好流暢，好好。係啊，唔痛。醫生技術好好，服務啊、衞生程度都好好，都多謝佢嘅幫忙。而家我暫時嚟講，完全可以話係唔痛嘅。睇下過咗呢個時間會唔會會腫啊或者痛啦？應該都 OK 喎，感覺佢手勢幾好。係啊，我覺得如果有機會都種翻佢咯，因為始終冇咗就真係冇咗噶啦嘛。咁有機會可以種到一次，因為種牙都係得一次機會嘅啫嘛。咁你一次機會都浪費嘅，咁就冇咗個以後食嘢又唔方便，或者外觀都唔係咁好咯。這樣吧。好，謝謝。